后来即届爆发的本土病例，拢来出现着不明感染源的社区感染。疫情指挥中心的专家委员李秉颖讲，即届确实是真大危机。若是这个疫情控制了无好，无排除伫1个月内会来出现着3000个人确诊。伊当时认为讲，因为政治的压力，台湾即摆面临上大的危机，就是伫国际上买无疫苗，所以咱家己的国产疫苗一定都要加速度。但是第3期临床试验一直过未过，6月底是不是会当顺利来就市，伊嘛无把握。这次的感染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危机。李秉颖伫公布节目讲，台湾防疫搁一摆出现破口，若是大家继续放松，1个月内无排除有3000人确诊。如果我们都没有做好防疫手段，那个 R 值是3的话，1传3，3传9，一个月大概就3000，2、3个月就3万，这个扩展的速度会是很快。疫情欠关，台湾是安怎无爱做全民体检？李秉颖讲，新冠病毒潜伏期长，体检要验出确诊几率真低。要稳掉台湾的疫情，就是要买更较侪疫苗。我们采购疫苗发现困难，而且似乎是受到政治的干扰，这个是非常遗憾的地方。那我问你，6月底到底可不可以紧急授权？我不知道啊，就是要看大家的共识啊。李秉颖讲，国产疫苗一直无通过第3期试验，上市恐惊个等，希望世界卫生组织会使赶紧定出免疫相关保护指标，互上市更较顺利。现阶段伊敢若会使搁一摆呼吁大家，伫公共场所出入一定要加注意。咬耳朵大部分都不戴口罩啊，这噗噗噗噗噗，它有什么任何病毒都会喷到你啊。这个是不可以的话，这个你就变成超级传播者。